各位 Health3D 嘅讀者大家好，我係你哋嘅 AI 主持 A 連，好開心又同大家見面。預防癌症可以從飲食入手，今日我哋就一齊了解五寶五戒嘅健康飲食重點法則啦。首先要知道有5類食物，食得太多係有機會增加致癌風險。除咗有酒精飲品、薯片、加工肉類之外，仲有高糖食物同埋紅肉，即係牛肉、豬肉、羊肉等。咁食咩先可以幫助預防癌症呢？蔓越莓含有酷黃素、表兒茶素等，有助預防肺癌、乳癌同胃癌。蘋果含有豐富嘅天然抗氧化物多酚、黃酮類化合物，有助減低患冠狀動脈疾病、肺癌風險。西蘭花嘅蘿蔔硫素、胡蘿蔔素等氧化物，有助減低患上前列腺癌、胃癌風險。食紅蘿蔔攝取維他命 A 對預防皮膚癌同口腔癌有一定幫助。最後茄子嘅龍葵鹼幫助抑制消化系統腫瘤增生，有助預防胃癌。